罗马书15章13节说：“赐盼望的上帝，因我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大有盼望。我们同时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出埃及34章14节说，我们一起来念：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我们一起来发出赞美的祷告，因他的圣洁而赞美他，因他的义怒而赞美他，因他配得称颂。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主啊，来到你面前上赞美，是的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丰富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凭着你的恩典站在你面中，向你来献上祷告，敬拜主啊，要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神是这一位使我们的是的主啊，是幸福的主，因为主啊，就是烈火，主啊，你就是这一位啊，这个神只有爱我们的主，主啊，你单单爱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圣洁的神。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远离罪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的烈火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把这些的渣渣炼尽，让我们更纯全来到你的面前，同得你的应许跟你的赐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这一位神圣的圣者，主啊，你也是慈爱的主，主啊，你更是公义的主，主啊，因着主你的公义啊，你的慈爱，你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啊可以因为相信，我们重新能够有机会被你算作是义，主啊，我们因信来称义，主，谢谢你啊，就是这么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阿们。主，你赐给我们生命，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你让我们经历主你的应许，因为主你是信实的主，让我们走在你信实的道路上。主，我们一步步偏离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领受主你的应许，经历主你的大能。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张开口，再次扬声要赞美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继续开口赞美他。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
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心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我们一起唱。我们继续来赞美他。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但以理书3章24节说，我们一起来念。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急，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3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4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4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感谢神因他保护的大能而感谢他，因他向你显明的恩典而感谢，为神以这种方式保守我们来感谢他。我们也来献上认罪的祷告，为任何在信心上妥协以求遭众人接纳的软弱来认罪，为一切在罪中的满足来认罪，为我们曾经因患难逃离神来认罪。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感谢你是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宣布喜乐的信息降临在我们当中。因为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来是要把你的百姓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从那个绝望当中赐给你的子民有盼望。主，谢谢你在这待降节期的当中，我们要宣布喜乐的福音要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你的大能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一切的拦阻，就要从我们生命当中来除掉。主，谢谢你，因为你所赐的宝血要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施恩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你必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靠耶稣的名，阿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位荣耀的君王。主啊，特别在黑暗的时代，在最坏的时代，主啊，你就是那光。主啊，你是光明。主，你为我们带来，主啊，那黑暗中的盼望跟喜乐，你点燃了我们盼望、信心、喜乐的蜡烛。主啊，谢谢你，你总是爱你所爱的。主啊，凡是愿意相信的，主你必要拯救到底，你也要爱我们。主啊，爱我们，这可以走那人生喜乐的旅程。主啊，你在我们还在患难中，特别还在罪恶当中，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主啊，因着你义的名，主啊，你要让我们走那义路。主，你用你的杖、你的竿都来带领、来安慰、扶持、来引导我们。即便我们走在那个死荫的幽谷里，主啊，我们不怕遭害。主啊，因为你就是这一位使我们福杯满溢的主。主，谢谢你光照我们，以致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偏离了你。是主，我们自以为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自私自利。主，我们的心常常随着我们的生命的境况那漂流不定。主，我们忘了你。主，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们。主啊，你总是爱我们，牵引我们，你总是不离不弃。主，谢谢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因为你是恩慈的主。感谢赞美你，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来到世上的时候，主，你向世人宣告，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主，你今天你的光来到我们当中，你照亮我们。主啊，你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主，你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不仅是看见自己的黑暗，更看见原来光照让我们有一条出路可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转向这位创造我们的主，能够回转向这位带领我们生命得着真自由的主。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透过祷告，我们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迎向这光，不仅是照亮我们黑暗，主啊，更是让我们的眼光是定睛在你的身上，是让我们在看似没有盼望的世界，看见有一位带给我们盼望的主，是让我们在没有信心的时候，能够认识这位信实的主，让我们的生命不仅是领受主你的盼望，领受主你的信实，更是愿意起来成为一个活出信实的人。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欢欣鼓舞来赞美他。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
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继续来拍手。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彼得前书5章10节说：“那赐一切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招了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在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到神面前，更深的来敬拜他。因为你，我的生命能如此独特，分别为圣。因为你，我有永恒生命在我心，一生为你，你所赐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我的意义在于你。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爱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归你，因有我主你慈爱与恩典，不离开我。因为你，我的生命能如此独特，分别为圣。因为你，我有永恒生命在我心，一生为你，你所赐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我的意义在于你。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爱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全然归你，因有我主你慈爱与恩典，不离开我。弟兄姐妹，这时候我邀请你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为自己跟神的关系来祷告。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我同声开口来向他祷告。主啊，孩子来到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回转向你，使得我们常看到这世界苦难有多大，使得我们常看到这一些，主，我们忘了我们经历了何等丰盛的恩典。主啊，是你亲自找回我们，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亲自呼召我们，主啊，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是我们更多经历你的主。
主，我全然降服于你，你的同在，你的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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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全然降服于你。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爱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归你，因有我主你慈爱与恩典，不离开我。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以马内利，是彰显神的爱与世人同在的那位救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用你的生命为我们献上，让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一切的罪孽。你已经除掉我们跟神之间一切的障碍，一切的拦阻。主，谢谢你，连我们的信心也是你所赏赐的。主，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所以你来到世上，你呼召人，向人说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来归向你。主，你也使用你的教会，向这个世代说天国近了，上帝的国要降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回转来归向你。主，谢谢你，虽然我们是少数，但是因着你的同在，少变成大。主，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就要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谢谢你使用你的教会，向这个世代来宣告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福音就要降临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他是烈火，他是忌邪的神。所以我们在看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亲自向摩西来彰显他自己，透过焚而不毁，就是有烈火在燃烧，但是呢没有烧尽。所以这是在创世纪那个时候向人来彰显他是那位烈火般的神，他要除掉我们生命一切的这一些的杂质，才能够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他要除掉影响到我们生命当中一切能够亲近他的这一些的拦阻，使我们能够很自由的来到主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是分别为圣的，所以除非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一直提醒我们，督责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如何
真的是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要成为什么贵重的器皿，要被神来使用。我们要向神来真的是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国家没有以这位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来守望，因为台湾是他所赐的，这块土地也是他所赐的。我有时候一直在想说，神你怎么样？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块土地啊？我们看看过去整个历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被别人管，我们前面的盼望不知道在哪里。这个礼拜我们有知道有4个公投这个国家的未来是怎样，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的主的手上，阿们吗？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奉主名来祈求他眷顾这块土地，眷顾这个国家。虽然我们不被许多的国家承认我们的邦交国也一个一个被对岸来就是破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恳求神来施恩怜悯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钱，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要为着我们国家这些不属神的这些的罪恶，我们恳求主的烈火来洁净。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哪一些是不好的，我们恳求主来洁净这个国家一切抵挡神、一切不属神的让他的宝血来洁净，来赦免这块土地。我们看到疫情这个 Omicron 这样的一个带来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恐惧，我们恳求神真的是要怜悯。我们的邦交国又少了一个我们恳求神真的是让我们执政掌权的有智慧特别为对岸来祷告让那一些的就是想要控制、想要恐吓或者是破坏的这些离开。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礼拜6的4项公投我们恳求神真的是赐下怜悯，让百姓能够觉醒，让这前面的道路、前面的前途都在神的保守看顾、掌握当中。我们特别是为了执政掌权的，让他们知道如何敬畏这位神唯有敬畏这位神，才能够让百姓平安度日、安居乐业。我们也恳求神，这样看到万物皆涨我们一打开新闻各样的事物都涨。我们恳求神怜悯让这样疫情不会冲击到我们人民的生活，这些的经济，这些的店家。我们恳求神来兴起更多这些的基督徒，在这块土地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开你的口，为这块土地来守望、来祷告。我们要为君王、为在上掌权的来祷告，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赐福主怜悯这块土地，怜悯这地的百姓，很多还在拜偶像，你的恩典，亲近这些的罪恶。主，我们恳求你赐下你的怜悯，主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生命，这些不属神的，这些让
除我这些们的主，障碍，求主你帮助从我我们们生命按当中离开。主啊，特别这个礼拜六有4项重要的工作，关乎我们的未来，关乎我们的经济，关乎我们的民生用电，主啊，关乎我们在前途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主，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这个国家。主啊，以你的平安代替这些的恐惧。主啊，奉你名恳求你，让执政掌权人，让我们总统、文武百官都知道敬畏你、依靠你，因为权柄是从你来。主，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来明白你的心意。愿你来施恩在这块土地。主啊，你的能力充满在这块土地。主啊，你的拯救施恩在这块土地的当中。愿你来施恩赐福，让我们能够真的同心合意，为这块土地、为这地来守望，为这地来祷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爸爸上帝，我感谢你，你圣神的带领。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上帝，阮也将阮的国家台湾交托伫你的手里。主，你是公义的主，你是疼的主，你是恩宠的主，你是祝福的主。求主上帝，你也赐福伫阮国家的执政团队，阮的总统、中央机关、各机构的政府官员。主，你的光照入去因的心，互因的灵会当领受主你福音，互因所设定的、所安排的政策，拢会当是互国民，拢会当生活来过着幸福，过着安心的日子。主，阮恳求你圣神，你来光照。主，白上帝，阮也恳求你圣神来赦免阮台湾世界有原有偶像，有邪神，这个崇拜。求主圣神，你来赦免。主，阮恳求你圣神，你的灵来光照阮台湾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的人，互阮百姓拢会当来。回头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这真正的福音，真正的主的信仰。主，阮恳求圣神你来带领，白上帝，阮拜六的公道，阮的外交，阮的国防，阮的疫苗，阮的疫情等等，主，阮拢交托你主你的手内，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主你是全能的白上帝，阮拢顺服就伫主你的旨意下面。阮恳求圣神你大大来引带来祝福带领，阮将阮的祈祷摆在面前，恳求上帝圣神你来听，阮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继续为着咱的教会、咱的集体来祈祷，我们为着我们教会一切的肢体来守望、来祷告。我们先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宣告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因为忌邪者，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兢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勇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正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三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我们要为着我们来祷告，因为神是忌邪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他的属性。所以我们亲近他，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来行事。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耶稣受苦，使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也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守望、来祷告，特别为教会在这个疫情起起伏伏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用主的话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要用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代，让他的话就成为我们帮助，成为我们力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人人都要被装备成为基督的精兵，进入到人群当中，就好像他看见这些百姓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就怜悯他们。神也将这样的一个心肠赐给你我，看见这些失丧者的需要。我们特别为了2020年教会在编列这些预算、这些的事工的当中，求神来分别为圣。我们也恳求主在这些肢体当中要面对这些疫情的这样的威胁，我们不管是第2季或者是未来可能是第3季，我们恳求神把一切的副作用都减到最低。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明年推动的这一些的祷告的祭坛我们家庭透过小组、透过教会全面性来聚集，来同心合意的祷告。透过他的话语，我们明年开始一起来共读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让祷告就能够支起他属天的能力，特别是兴起这些新的世代，年轻人、儿童要被兴起来。主，我们恳求你，真的是透过我们的教会透过这些弟兄姐妹被兴起来。就好像我们外墙在外面那个明年的祷告墙已经安装好了就让我们真的是透过祷告来经历他的丰富恩典。特别在这个世代，很多人他们需要主，我们透过圣诞节各样的关怀见证、关怀活动、关怀行动，要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恳求神也怜悯这些受苦的需要被医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一些的癌症这些的捆锁，愿主来怜悯失丧亲人的这些的哀伤，求主来安慰弟兄姐妹。我呼吁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教会，为他的教会，他自己在这边掌权，他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兴起新的一代，向这个世代来宣讲神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站在破口，为这块城市，为这地区来守望，让得救的人日日加增在他的教会。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恳求你使用你的教会，恳求你使用你的教会，向这世代来说话。主啊，求你来兴起每一个家庭。主啊，在亲子之间，我们都一起来读神的话，一起来祷告，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我们一起来经历你要赐给我们教会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你每一个家庭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特别让你的意象降临充满在当中。主啊，让我们用基督的眼睛、基督的心肠来赢得这个世代这些的世上者。主啊，求你施恩赐福，用你的烈火来点燃你教会不冷不热的心。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你的教会需要你，我们每个家庭需要你。主啊，让我们真的重新来建造家庭的祭坛，重新读你的话语，和睦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就成为帮助我们对付这黑暗权势的力量，帮助我们一起来经历。主啊，燃烧你的教会，你的烈火降临在你的教会，我们教会需要你。特别透过圣诞节期，向我们的地区，向我们的城市，向这些百姓来宣告：主，你的恩典要降临，主，你要喜乐，要成为他们的喜乐。主啊，谢谢你，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怜悯这些世上者，怜悯这些病痛者，主啊，怜悯这些失去亲人的哀伤的。主，求你自己来医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遵从你，我们为要敬拜你。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也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要说，人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迦南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在这地要成为祝福。在疫情当中，主你帮助我们不失落对神的信心。我们坚守在每一个小组聚会，每一场的主日，因为我们晓得神你透过聚会对我们说话。教会是基督精兵的训练所，神你给我们的爱不停止，我们对传福音的使命也不消灭。求神你透过每一次的福音活动来动工，在圣诞的这个节期，使福音神的爱能扎根在人的心里，以致成长发芽，结出好果子来。求神继续对每一位核心同工来说话，让我们领受异象，在神国度里成为建造的好工人。在同工当中，主，我们都不完全，但求神你来调整，让我们能够彼此帮补，互相的信任扶持，为我们的肢体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在青年的时期能够被主兴起，装备合一，在婚姻亲子的时期有连接于神与教会的好关系，让我们的中心是神你真理的话语。在年长的时期，由神你慈爱的手来扶持我们，让我们有成全人的眼界，直到我们一生跑进年老发白见主面你的时候，能够被神你涌入怀中，安慰保抱着。我们要说，有神真好，神给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神给的粮必不缺乏，水也必不断绝。主，我们称谢你，阿爸天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要来抓住上帝的应许，就在他的话语里面，呼求耶和华的名，并且奋力来紧抓住他。所以我们以下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列了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候他的他的人人行行事事？你迎迎接接那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们要来宣告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陶土，他是窑匠，他是一个灰师傅，他要塑造我们生命更像他。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向主来宣告说：主，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回应他的恩典。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
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主，我们要称颂你，因为你是那行奇妙的主。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大声赞美你，因为你是永远的君王，你是复活的救主。谢谢主，让我们祷告上达天听，让我们的祷告得着应许。主啊，让你的平安、喜乐、医治、大能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在地上要如同在天上。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请坐。